般家庭主妇不太会有这种场合可以接触到这样的场面嘛，对。然后又有跟九令合照，然后妈妈有跟九令合照。有啊，他们刚刚一上来，他们没有想要理我啊，你没看到？他们一直在说九令很漂亮。来跟大家 cheers 一下，非常多小宝今年获得3个大奖。哎，你很会问，谢谢。不可能，你是不是交往过原住民？哎，我刚刚就在车上跟我妈讨论这件事，哎，可能因为她说现在猪有点贵，现在等到之后，还有最近其实下半年还蛮多演出，因为上半年大家都不能办演出嘛。所以本来就有一些既定的行程，所以会等到这些行程都消化的差不多以后，再慢慢开始。因为回家杀猪是一个大事，就是你要等老人家身体跟心情都还蛮好的时候，对，慢慢。3座奖大概可以大家一座一只。不止，对，有可能会因为我们的定义可能会是，比方说像头目会有嘛，然后爸爸妈妈那边各有不同的头目啊。以我结婚的时候就有超过4、5只的药，好像4、5只药吧，4只5只药吧。我数字有给你哦，不会超过5只啊。等一下，有没有？这样可以了吧？有标了。等一下，就差不多就这个数字啊，对啊，因为有些人他可能现在他们有时候会挑啊，有时候会想要吃鱼之类的。吃什么？吃鱼啊，鱼哦，或是吃别的这猪样。吃太多了。对，但是猪还是传统来讲还是最贵重的嘛，对。然后他刚好哭，我在上台之前的时候，他还跟我讲，他看到人家讲话会哽咽啊。我们2个人住在一起嘛，然后他就说，你等下上去千万不要哭，有什么好哭？这是快乐的事。就对那个年度最佳专辑的时候，他就哭到警卫一直看他。一个穿原住民服饰的原名丈母娘 style 的一直哭这样子。刚刚打给他们还是蛮激动的啦。就是一般家庭主妇不太会有这种场合可以接触到这样的场面嘛，对。然后又有跟九令合照，然后妈妈有跟九令合照。有啊，他刚刚一上来，他们没有想要理我啊，你没看到？他们一直在说九令很漂亮。对啊，就这样，然后蛮可爱的。我觉得可以让他们接触一些平常生活当中不会接触到的事情，是很重要的。对。